小时过来，也是80岁左右吧。我有那个小灯泡，给他们照顾。忘了。啊，这边。稍，我现在过去，他在哪儿嘛？这个。哈，等会儿2件。等一下，我跟那个17，我拍的有他的，直接通过手机传给他就完了。现在我分有些他们跳舞的时候，就直接会向他们。他们一般都要吧，我不知道我成不成。没事，这个好轻得很。轻的很。很轻的。现在我们这边，你看这边人越来越多。这里越来越多了，哎。对。这全是年轻人，那边有老年人。对，他还是要认人。好，谢谢。没事。其实不用，我一般因为我装的那个的，一般不用那个。对。哎呀，怎么这是？出去玩吧，去玩吧，一会儿过来哈。他也是本人，他本人。哎，他知道，他知道那个，没拍呢。一般都是为娃娃嘛。家里有孩子。这个摄影师是小李，他是做外网的，他主要是在这个开发那边啊。他主要是做外网，就是对国外直播。对那个英文啥谁给的？这雍正他都不跳了，拿了这个打上去的是那个什么玫瑰花。那边现在不准搞了啊？不是不准搞，他是那儿收了，9点半就收了，他那边都没灯嘛。这儿可以搞好久。这12点钟、1点钟都可以，只要你声音小点都可以搞，没哪个管你。你这边是住家的，这边是写字楼，这边是住家的，他有些声音大了他还是要收。还是要往那边有气势。那边是人多嘛？不得慢慢跳，这个要开始了。啊？他就是9点半的时候在这儿跳，一般的票这跳到10点半就走了，因为第二天都要上班。新豆腐，太多新了。他还是分人啊，分主人家。他是不愿意，因为我在旁边嘛。对啊。给你看。这里可以。
欢乐的欢。哦，他喜欢吃肉噻，肉啊牛肉那些，他火腿肠不吃，从来不吃火腿肠。喜欢吃肉对不对？对牛肉那些啊，猪肉、猪肝、猪肝那些啊，内脏那种没有吃，主要是吃榴莲嘛。开始这个花花这是电的。哪个就是利牛，跟人家技术可能太美了。太美了，哈哈，学生。看我即使也看得不清楚。学生现在大的。这个丈家儿子，这个歌好听。声音更大一点吧。这就是健康码还是哪一个？不是重庆的，我是才开始拍的，才拍了一个的。认识的因为你不说吧？都基本上是。男的女的都认识。走栏目，查理走栏目那些都，他们在成都待着呢。我当时感觉学他更穷了。但是跟咱们打算比较稳定的是看不到的。但是我就看这个呀。很穷的是这个，很穷的这个。那边灯都没开，今天晚上那边灯没开，灯开的话还要拍视频。你可以去跳啊。等会儿跳。这个张家儿，这个歌跳的比较少。对。张家儿子那个。对。啊，你把主要是我们这边的歌词都记住了？没有，记不住，只是说有些我喜欢听的那些记得到。它有些歌的话，它那个标题名字都不一样，比如说昨夜啊、昨晚啊那种。对。这其实都是一首歌。它有些他名字不知道，就直接音译的汉族的，什么那叫什么？它有几首都是，就像什么扎西啊那些。喜欢跳。反正有些歌一样的相同的歌曲几个名字。就字典小。对，字典好小，我看不到。对。看不到。这边我看这边可以看的。你回拿这个看吧，这个是实时的。这里开播着吗？就是看这个是看那个直接在线看的那个。哦。你会聊天，这个是直播嘛？这个是手机直播。没错，就是什么，这地毯被藏装什么标记什么。你可以翻那个就正常的。Thank you。还是那么多，现在少了，现在159。9点半都走了，刚人多，因为要到9点半的都有些不看了。都是韩国的，我一个字都看不到啊。对，很多韩国的交流应该最多的。对。但是日本的也很多，应该在海外里面应该是日本排第一，韩国第二，台湾第3，然后台湾、香港嘛，还有美国。好吧，这边这儿，有时经常刷的，每天晚上都在那两个，每天晚上都在那个地方，这个白色的。好想看一下这些是什么意思。这得通过翻译转的才行。应该是去年他在成都跳舞的时候，我以为不是。可能
肯定会有很多人问我这是什么民族，这一般都知道是在跳藏族啊的是。什么，对吧？一般都知道藏族啊，这肯定是藏族和汉族啊，一般都知道。对，但是泰国呀那种，就那种韩国还有这种，不知道。他们一般都知道，一般我一般视频做出来的话，一般有英文，有些是他会通过翻译可以看得懂。然后一般我每个标题都有加了英文嘛，他们通过那个翻译都知道。然后视频里面加了一些关于过庄舞的那些介绍嘛，然后就中英文嘛，一般他们不清楚那个，对这个文化感兴趣。那是全球直播啊。对，YouTube 上面的。哪个直播？全球。就有那肯定啊，现在抖音都是全球直播啊。对你哪里看到的你？不刷抖音吗？你不懂啊？这个都是全球直播。哦，对。除非是你有那种被管制的内容，他自己就跳出来就给锁死了。像他那个就是被锁。就是说美国早上，美国本来就早上，现在晚上10点，美国那边就是早上10点。你这边可以看到，对，他说是这里美国是早上，你不知道接打中文，小姐姐看不懂你在说什么。美国这儿确实是早上，因为咱们正好就是8点半。对。美国人也是早上8点半，美国人对，早上10点了。对，早上9点多，发了11个多。流量是不是一天比一天高了？正常，对。因为我刚才做的时候刚刚做这个，应该才几十百万个左右。你刚刚看不出来好多粉丝啊？这我也不会看，因为真的。你没直播啊？不，这不是我的，这是我在看的，真的好想。你也可以直播呀？抖音可以直播。比如说你们跳舞的时候，你就把那个手机支在中间，放旁边就可以。你也搞成都是国外的粉丝哈。对。国外粉丝他会不会刷礼物啊？有时间他会刷。对，昨天有个人跟了$100，直接他送的那个是那种送的什么超级留言那种，就直接跟了$100那种。$100啊。100美元的话，中国人民币600。690。对，有的跟韩元，左右。有的印尼盾什么都有，但是他只说有这个功能没管。只说他对你的认可，他是可以打赏的，相当于打赏。谢谢。能收获全球的粉丝就很棒了。他本来平台就是全球的，有油管的。他平台针对全球。它主要是我到了那个一定的级别的话，到了1000的订阅，它就有这个功能，它自己就打开了。这什么语言？我也看不懂，关键是我一直在看，我只是看有些法语，对，有西班牙，有法语、什么都有。韩国语、日本。这最多的是韩国的。对。但日本的网友。你可以下个软件，它边搜边就给你翻译过来了，翻译过来了，你必须要有装那个软件。我通过那个在电脑上也可以，但是没在电脑上，在手机。那你把手机头装一个这个软件，你不然你老看不懂它什么意思。你干嘛这么多英语？我要 some side 什么什么 the do be the。你还是跟他们对话。哈哈哈哈，所以他们在笑的。高峰期比上面多了100多做这。对，有时间他在线在300多左右。老美对我们藏族文化还是很感兴趣的。对全球都对这个藏族文化都感兴趣。对。但是你要组织得非常好。对。他能不能给你推流？扎西德勒，这个。他肯定还得怀疑。有那个。在老外的心目当中就是介绍一下自己高山草原。尽量能听到旁边大树的话，是不是他们听到了你的那个？都听得到，听到。这个你说话他都听得到。希望组一定有吗？我要跳。他们在说什么？他们在说有汉语的。对，什么扎西德勒 girls， 扎西德勒女孩，好像跟我说，快点。对。Hello，扎西德勒。他是扎西德勒，他是扎西德勒，你是扎西德勒。
还有什么？你看这是的了，藏语打出来了。哎，对，还有长对辈嘛，它有些是长，对对它有的就输入法。对话，这是的嘞。对，你会看你的手机嘛？现在可以看到。如何嘛？全球直播的，现场直播的。全球直播，全球现场直播。对对对，它也很可爱，很漂亮。对，哎，对啊，哎，对了，你还有名字？怎么了嘛？怎么了？对。My name is 怎么了嘛？I'm from Tibet。对，你就给他说长语，他特别，他虽然听不懂，他很感兴趣。对，他说我的名字是啥子？我从哪儿来？怎么了嘛？哇，你看他在翻译，他在帮我翻译。他知道你在说。他是甘孜的。怎么样？嘛，My name is 周文拉姆。他说他在这。对。我来自藏，我来自。I come from。对 ，I come 甘孜。四川甘孜。是的嘞。四川甘孜直接就翻译成四川甘孜。I'm from Tibet. Nice to meet you too. 可以。那个四川甘孜。粥呢？粥是咋说的？直接说甘蔗就可以了。直接说甘蔗吧。他一般都是。说甘蔗粥嘛，这个也不行。还有一个那个自治粥。还有一个那个音乐。这边有牙齿，你发现他手机上有一点，哎，可以。所以你说的英语，他给你。对，他说是这位是在美国的藏人，是你粉丝。这个女的是她老家是玉树的，她那个这个是玉树，她没回家。对。怪不得。他在说他也是。他没在中国，他一直在美国出生的。哦。他这个就这个。你这英语也挺好的。没有，我只会说 Nice to meet you。他也跟我说很高兴见到你，哎呦，好开心呀！对，什么 Are you here the same nice with from 拉姆斯？他好像知道我名字了，拉姆斯。对啊，你跟他说了吗？他知道。对，你看拉姆斯。他看得见你。这位是荷兰的。I'm from 南庆。哇，那刚刚这个你是南庆。他说你的名字跟一个歌手挺像的。对，是吗？哦。哇哦 ，You share the name， 同样的名字。Same name with 特别的 singer， 歌手的名字。对 ，yes， 我就跟他说。再向他打。Yes。来跟他打个招呼啊。然后 Nice to meet you， 拉姆斯。你直接打字就可以了。我不会打字，这个。Nice to meet you。好开心啊！对。所以很多网友就是交流用。对。收获了铁杆粉丝。收获了1名粉丝。你看他们给我打招呼了一个。对，我这边就显示不一样。荷兰的，他说。对。这个歌手。说什么了？又说什么了？他说是他的粉丝，是一个。对。哎，是个美国的。对。这个是美国的，一个是。Pretty 什么 James 拉姆斯，他说你是一个。他说你很好看。对，哎呦。对，我给他们展示一下藏族的那个。你说藏语嘛？你就说藏语。我跟他们说一下。你说藏语，然后不管他们。Hello， 我叫开心认识你们，这是我们的藏族。我见他的美女。对，很漂亮的。我也没见过藏族的。好开心啊！这是他们后面穿红色的是妹妹。对，穿红色是。你妹妹。西子。他叫他妹妹去了。这个穿红色的。这个是妹妹，这个姐姐。是吧 ？She is my sister. Yes. 对。你就告诉他名字嘛。我们两个像不像？双胞胎。The same。他名字你给他告诉一下。Or same. 你学姐都在做这个。他的名字叫德格。Yes, she is Baiji. She name is Baiji. Nice. 白吉拉吗？Her.
Her Her name is 白金。对，喝泪我应该要说 my name is 白金。喝泪一直那么那个那么。 Yes, yes, very, very good. I can't speak English. OK，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对，你看嘛，他在跟我说，你们两个是不是双胞胎对呀，对，我刚刚跟他们说了， ？Yes, yes. 双胞胎本来，你们双胞胎吗？对啊，像不像？双胞胎，我们很本来就双胞胎，真的双胞胎？有点像，有点像。他穿衣服一样的，你认不到？哦，有点像。他们我会也分开的。藏语，你不对，你给直接说藏语。我用藏语啥？对，直接说藏语嘛。还要用藏语的是？我用藏语的是。他是那个什么全球直播，你千万把我给着你给啊，千万把对，就是所有人的。你拍那是唱这个样的你，经常把大众飞机嘛，门头等那样就赶着去啊。我就听到他说了一句长扎西的嘞，扎西的嘞，以后经常来这儿玩。路上并不说我是郎中，别动，因为他那样样的赶着去。打针节是谢谢的意思吗？谢谢对。打针节唱个藏语歌呗。这个声音太大了吧？看 speaking， 你能说个藏语吗？我跟他说了嘛。然后什么什么的 fruit Tibetan leaders are very sweet. Nice to meet you. Yes. 你说，千万把都，我这里千万把都给就啊，千里哈就干。非常好。我就跟他们说，我也很高兴见到他们，对，认识他们。对，通过这个，对，比较，差不多。因为身高跟鞋子啊，我比他矮一点点。啊。然后他们说这样，就全部是那个图形那个。对，to beauty also increase。韩国。他好像是说你们两个什么。这个客人是韩国。哦。对。韩国美女。韩国美女。我们不是韩国美女是怎么说？他们只是形容。然后就。漂亮很。推荐切丝，不给讲，推荐切丝。这藏语，我就认不到。就是他的意思是谢谢。哦。我就跟他说。不用谢，不用谢，你就藏语说嘛，你就藏语说。我感觉我好像要用大声的跟他们聊那种。哪个是姐姐，哪个是妹妹？这个是姐姐，这个是姐姐。妹妹。哦。我大一点。他几个小时嘛？先出来嘛。那你先出来还后出来嘛？3分钟。3分钟。哦。肯定有大小，那时间。来跟他们打个招呼。这儿可以看，你看手机就可以了。哦，对。看你的手机就可以了。这有些单词有些不认识。有些单词不认识。这个 SSE。接受。是 accept 接受的意思。这藏语写的什么？啊，他咋说的？说谢谢你的祝福，也同样祝福你。对，那个藏语我看得到。他下面说的那个英语。用藏语。就收到了你的祝福，同样的祝福也送给你。对，下面对，他那个上面有。那个 accept 的 accept 什么？认识你们，虽然我们看不到你们，但是你们的祝福我们还是在这里啊，在公屏上说出来，我们就感受到，我们就看得到，然后谢谢谢谢各位网友对我们两个的支持和鼓励。可以看手机，这个歌也好听。我跟他们跳舞。跳舞嘛，我们跳舞，跟你跳舞，跟那网友跳舞，怎么让我们跟你们跳舞？
就是这个自己编的，姊妹活泼，对，哎对，自编的舞蹈。这个是回故乡那个这首歌。是得给的啊，我们也是得给的。啊，都是好哦。这个是线嘛？这个是啊，那个洗澡。哦。杆子先过去。哦。杆子得给马得到场。哦。送给他们的。好嘞。我自己编的。非常好。司机在这儿。对，我想看他们说了什么。对啊，一直在鼓掌。一直在鼓掌，哎呀，太开心了！哇塞，给我鼓掌了！没有才，妹妹有才，自己编舞鞋。对啊，自己编。说了。说了。说什么？自己编舞。对，妹妹有才，自己编舞鞋。弄钱的是啊 ，I live in Arizona， 哎，谢谢。American。American。他在美国。他现在在美国。在美国对。对，3个月。对，他说他在美国。美国来找我做饭的。他应该听得懂。他听得懂藏语。他听得懂。中文不好，而且我们2个藏文是通的。对，藏文是通的，但是他中文不行，汉语不行，但他藏文可以。藏语和英语。然后他英语，他在美国的嘛。对。他们说3个鼓掌，就说 You're welcome。知道。不客气的意思。对。You're welcome. That's all right. That's okay. 哦，对。然后我们对面有好多的现场的哥哥侠教我们英语，我不太会说英语。对，英语可以一般。那个English，然后前面的那些哥哥侠教我们怎么说英语，是吧？不是啊，然后再就这个样。看一下前面的那些舞蹈，他们跳的特别好。但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是。哦，韩国的。美国。没有用呢，别干啥的事。但是你说你要是不懂的话，可以用微信扫一扫，翻译一下。啊，真的？我看一下。微信扫。你用手机对着那个手机照。哦，这个叫法，对了。我也不懂，我看他们说的。对。我等会儿跟他们唱个歌。好嘞。我们单独去其他地方啊。好嘞。学习韩语啊。都是韩语。能够翻译吗？好像看一下，我们应该不这个样子，等一下。可以。哇塞，他们说这谢谢什么？天天拿走人气上升死，你看，天天在人气上升。欢迎舞蹈礼物，感谢。哇，好像送了礼物。我看不。你看送了，好像这个送了吧？哦，不是这个。不清楚。感谢。这边没看到，这个不行。他是说的有些表情。拉姆特拉姆姐妹哦，对，那个礼物是表情。
姊妹有才，自己编舞。对，这个他说了。对对对。有当10根。哇塞，这个好好呀，这可以翻译。他有时候翻译也不准。对，不准，不是很准。大概意思。I have YouTube。还有一个 YouTube 频道，也是关于那个。我爱死了谁？赶着去，赶着去。有些频道主他关注了我们，他太直播了。我爱死了。吃两个你给二果的，我就跟他说你能听得懂我说的话吗？他应该听得懂。肯定这藏语都是通的。对。我以前是刚才那个藏语，我们在刚才见的是，就像之前他们说那个。哇塞，这个我没想到跟全国、全中国、全世界的人沟通。他是中国人，搁国外呢。他不会说不会说汉语。对。但是那边的都已经不会讲脏话了，不怎么会讲脏话。一直在聊天，一直在发消息。对，现在人也少很多了。对，现在已经对，因为他们9点半10点钟他们鱼都下线了，所以说现在在线的只签了1/3左右。他们那边应该晚上12点了。是不是啊？他早上应该是12点。10点多啊，不是早上10点多就忙去了。咱们这他是晚上，他们是早上。他了13个多小时应该。对，韩国跟我们基本同步的。他们也是晚上在直播。他们晚上都在直播。晚上。就是拉姆他们。泽拉姆吗？就是德格拉姆他们，晚上都在。哦。知道在是。手机卡了一下。都还可以。不是那个翻译的不是很准。对，肯定只是大概的那种。对。80%左右吧，能够看懂。You want to join the dance？ 他是不是就想，你是不是想跳舞啊？他说，你去跳嘛。你帮我拿一下手机啊。好嘞，我帮你拿。拿了，没事了，不可以看那个。我去跳。你是属于哪里？甘孜是川西的，川西的北边，南边是甘孜是南边。一个317，一个318，一个是317，一个318，还是我记错了？就是康定这一边是甘孜嘛，是吧？康定折头山这一边是甘孜，四姑娘山是那个色达这一带是甘孜。甘孜就是北边的。不是那种山沟。不得抽烟。真的有，年龄也不，你，但是不是家里还在放的那个，有些女生让他们唱歌真的我现在是因为毕业了不怎么听歌，以前上学听的，就是那个一箱茶洗，茶了那个。后边在青海的时候又听的那个就是新派那种藏歌，那个叫什么 PU 那什么，不是就是有点摇滚的那个藏族歌手，就是比较新派的那个藏歌，我觉得60年代不是之前也有啊，也有，我们看北方也有，三藏，他们是个乐队。叫什么？我忘记了。我就是在藏南，就是那个什么，不是很南，就是青海的南部那个果
路那边，果路那边。10点10多分，差不多10点18，10点18。我在果路见的。又在就是吃的东西差不多。因为我在果路有次搭车，然后因为我们那边不是从那个，不是从那边，反正那个叫什么路不红，搭车到西宁差不多7、20个小时。我早上买了牛肉包拿车上，旁边就是一个比我年龄大个10岁的大哥，他可能在车上就是送了一口金嘛，也没说我也就没说。过了一会儿他就早上就是因为你说早上没吃饭有点饿了，说我这有包子你吃吧，他说你这是清真的吗？我之前不知道啊，我说我这是清真的，因为我是在那边大陆。这次我才知道，状态也有气。声音有问题。关机了，这个关机了。轻轻的把那个电池看一下，那个电，我那个相机没电池了。不是这边他们应该是有电池。拿出来3个电池。反正每次出来的3个电池。如果经常跟饺子在一起，可能你看我的同事见了外国人，他不会讲广东话讲的时候，我也不会讲，但是他们广东话讲，他就是在那个环境里长大。天天看有那个语言关系。我现在就是哪里有时间到了新成为了，有可能 maybe 啊，他们之前那个考察，现在不知道，我没问那些，因为那个成员现在30几个，之前33个，现在35嘛，34个不知道，都在看这个。我有延迟，我速度不对头啊！我怎么不是我拿拼到这个在那低下来，有点延迟。现在好一些，往前面推一点，现在好一些，现在好一点。你在学校的时候没签上吗？学校的时候没
天气的失业率太高了。大部这边失业率20%多，这个是官方的。其实真正的肯定比这个高很多。25岁以下的失业率。哦，你的手机。对。拿手机吗？等一下。那么这个我也跳一下。啊。竖屏上。哎呀。哦，那有不么的嘞，就是哟。我叫泽旺拉姆。这个来了。这个跳的。那天不是我们一起。这个跳的真好。啊，这个我也跳。啊，我也跳。这是汉服呀吧？帮你拿一下。要不然你拿吧，我帮他拍。可以。可以。我拿了。不要翻锅啊！翻个音响吧。都要跳这个。现在正常了。他在这里他是听的，音声又很强。我出去啊！老板，回来。高昂松萝卜吗？实际来源名字叫高昂松萝卜。大部分漳州人没有姓氏，泽旺拉姆的氏名都是。它的时期来叫高松萝卜，时期来源。哦，高松萝卜。他们太清楚了。有点小，字有点小。这是哪样子的？看到一个地方，好嘞。像小朋友一样抱着。他们大部分的名字应该是活佛起的，应该是。哎。我说他们漳族大部分的名字，也都是活佛给他们起的。哦。太要会人。没事。
你怎么用中文写？怎么用中文写？赵宇，这个赵宇也看过。最后一首歌。又开了。他们要跳那个大二各种骑马舞了。这是骑马舞了。男的比较喜欢跳那个。啊？这个我是说这个舞。最后一个跳吧。没你抱了他嘛，抱了他嘛，抱了他嘛，抱了他嘛。啊。抱了他，抱了他。打死。抱了嘛，没事。他很喜欢这个狗狗，每天都在说这个。我是因为这个认识他的。对。所以他一直抱着这个。我们先跳个舞啊！跳嘛。这是最后一首歌曲。对。最后一首。他们要上班明天。这个跳舞的时候手会有点打到，因为人挤了就会打到。对。现在人还是很少很小。没事，他可以把那个圈扩大一些。对。加油17，那个是什么？觉得等不起。今天直播还可以啊，运气还可以，用中国联通的，没有基本上没有网络没有中断的。什么情况呢？他走了吗？吴京这几天状态比较好，每次都坚持到最后。昨天登子都走了，还在跳，跳，今天还是在跳，登子应该也走了，没注意到。他们喊得好亲切哦，叫吴京宝贝。啊，是这么？没有，我是说他们登资，他们有时间他们就是说玩得好的。就像吴京他们不是他们像登资啊，他们团队的嘛，就是在一起的。然后比如说他说我走了，我说吴京宝贝，他说什么时候走？吴京说我要跳，他说我要继续跳。他还要跳？他还想跳，我就看。没有人说话了，刚才。有很多有吧？我没看到。有撞了。那我看一下，我好想看他呀。俺能拿起你还没给过啊！他说我
有一个是南京的，也听得懂我的话。啊，我只知道啊。你们那边是一样的，康巴里嘛，康巴。老福我看一下今天没来。视频讲的。我有一个丈夫的会视频讲的。对，他是南线的他。那懂你西木过于茶呀，要不有什么特别的？哎呦，好想认识他们呀！对，说了好多。玉树嘛，玉树对，玉树南京的，不远。对，不远。你们那个地方好像是交界的地方。对对，就是交界地方。YouTube 那个 Pegasus。就这个软件名字它的。对 ，YouTube 的嘞，他多少年纪的？哦，对啊，看看那个在哪？好多，有的是韩语不懂的。对。有韩语。我也你 YouTube 用的，你用啥？上过几天学的认识一点。你 YouTube 用的那全女用。等等，按住的，我走了。好嘞。打个招呼。我走了，拜拜，下次我们见。就这手机可以，这个手机说就可以，就这个手机，这个手机没用，那个手机没用，这个手机只是聊天了，只是聊天。那这个是这个。OK， 明天，现在是不是以后每天都要到这边来跳？到境外。对。你们就在这边。拜拜，是亲爱的啊，拜拜，see you there。对，我们住在那个双南那边。哦，很近吗？有点远。但是你们到这边近。对，这边近那以后你们经常来。他们都说 Happy to you again, bye。希望再一次见到你，拜拜。这个我听得懂耶。See you later. Yes, thank you. 拜拜。我跟他们打招呼，那我走了啊。好嘞。你们也早点休息。对，我们等会儿就走，这儿因为跳完，基本上马上完了。好。好了，拜拜，明天见。开始没跳了。是体力。总大姐今天连秀，她也在，也累得不得了，在编舞，还有反正好累。他们在。昨天没来的吗？没来。我来了的，我就说这儿啊，我是10点，他们是这里，他们好像正常啊，我就说他们还凌晨正常。我还有5点多还发聊天的，这个群里不是5点多还得发那个吗？